妈，你吃这肉丝可好吃。什么呀？嘿，已经到了咱们自己的地盘了，就给咱们吃这个。石榴，啊，你去告诉厨子，让他们给咱们加俩菜。老夫人，那可不行。怎么了？这儿不是一般的旅店，这是官家的驿站呢。官家驿站怎么了？咱现在不也是官家了吗？这您就不知道了。这地方啊，是专门接待过往官员的，这吃什么住什么都有规矩的。好，你们都比我明白。我在衙门里待过。哎，好老妈，你就知足吧，不花钱能吃上这饭，还怎么着啊？过来吃吧。走，吃饭去吧。哎，来，吃鱼啊！哎，吃鱼。汤来了，李大人喝汤。给我勺。哟，嘿，这汤不错嘿。您说着了，老太太，这汤本来是给北屋的人做的，现在人家换了，我就给您这儿端来了。这得极品官才能喝得上这样的汤啊！那是高老相爷的侄子，您说是极品的，人家今年刚刚中了举，回来看看。怎么，一个举子也能在你们这儿吃饭呢？那是高相爷家的人，吃我们这儿的饭已经是委屈了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看看。来，小妮子可想死我了！美酒配佳人呐！哎呀，666啊！你不是说极品官住什么吃什么都有规矩吗？你看看，这是极品官的规矩。这种事儿管不过来，到了官场上，迎来送往的都是家常便饭。那花谁的钱呢？你没听他说吗？这是高老相爷的侄子，到了驿站能花自己的钱吗？这是咱们苏阳县的驿站，花的就是咱们苏阳县的钱，对吧？按道理是这样，一般各县的驿站都是各县出钱，这是有定例的。哎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我可是提醒你，你连官印都没接呢。我答应了皇上和四爷的，要把钱一分不少的花在老百姓的身上。来，再陪大爷喝一杯啊！我先去把他们头找出来。哎，头儿，您看看去吧，来了一个找茬的。找茬？来，哎好，哎，这酒还真不错啊！说，什么事儿啊？瞧你这德行，一边待着去。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哈哈，这饭菜不错啊，都别剩下，一会儿等你吃完了，咱们结账。什么？结账？我在这儿啊，在这破驿站吃了这么点破东西，我还得怎么着？我还得结账。哼，这桌饭菜多少钱呢？5两银子。那这俩多少钱呢？你甭说了，得了，说不说都一样。你是谁呀？看见了吗？本县现在归我治理。哟，县太爷，县太爷就跑到我这儿收饭钱来了，穷疯了吧你？哼，不穷，我一点都不穷。皇上刚拨给了我50万两银子。哎，这人是你带来的吧？
不是，我说这位，啊，县太爷，你要真想做个什么模范官吏之类的，招儿有的是，我都可以教你几手。可没听说过，哎，跑这儿收饭钱来的，容易闹笑话，知道吗？看起来你今天是真没带钱。哎，说对了，我今儿还真没带钱，把我怎么着吧？哎，把我锁了去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咱们喝酒不成，咱们人情在，大家都是出来混的，谁都不容易啊。来，您请。太爷，苏阳县令葛春林到府辞行。学生葛春林请老相爷的安。父母官来了，失迎啊！哎呀，您老人家折我的寿了，能在老相爷的福地做一任小令，时令面教，哎呀，那是葛某的福分呐！且，这前程啊，是你们自己挣的。我呢，只是一个闲居之人，足保天年而已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赴任呢？新任县令说话就到了，交割一下即赴任所。你呢，要实心用事。哎，啊，你这一任拉亏空没有啊？相爷，前一任留下了些，去年又发大水，不过东挪西堵的，还多少落了点儿。哎，能补呢，还是要想办法给补上。朝廷呢，正在西边用兵，日子很紧呐。你不像我，人不在其位，啊，你呢，还是要为社稷多办点实事儿。是啊，学生记住了。不过，学生心里头总有些忐忑。哦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老相爷，这新来的县令，就是那个假冒钦差、大闹江都的那个家伙。你说，圣上钦点了这么一个人来接我的任，我这……你呀，不必有什么忌讳嘛。圣上又不是针对你一州一县的。如今天下的官场有负天心呐，用针用鞭，皆是圣心独运。是。听说这个李卫连大字儿都不识几个，上来就是10缺。真让我们这些苦熬苦扯的两榜进士有点意志消沉呐。去年过水，河水在南坡改了道，我那几亩薄田恐怕要犯碱了。说话就有兴河工了。筑个坝，把河道再改过去也就是了啊。说话这桃花郡可就要来了。你到了知府任上，这可是当务之急呀。是，学生我马上着手，马上着手。请。哎呀，老相爷呀，不是学生跟您哭穷了，这现在太难干了。您说这帮刁民吧？什么事？苏阳驿站的人送来了这个。什么？账单？是新任知县让送来的。胡闹，什么都接。说是和表少爷有关。还请相爷多多关照啊。
相爷，你呀，怎么了？啊，回太爷，表少爷在驿站歇了些脚，让新来的知县碰上了，他派人送来了账单。岂有此理！出什么风头？学生去管束管束他。嗯，这都是什么账单呢？啊，念给我听听。冷荤8碟，银子1两8钱；热菜16个，银子3两6钱；黄酒4坛，银子2两整；还有付胭脂钱6两。还有好了。听说有人来要账，这他妈荒唐！打出去！你不荒唐吗？啊，驿站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国家的传译之所。是，因公过往的官员才可以止宿。是。你是极品呢？不就是刚刚中了个举人吗？居然跑到那里去吃喝，还叫了堂子，这像话吗？可如今也不光我一个人这样，他们都这样。可现如今只有一个高士奇，啊，是。我跟你们说过，不要打着我的名号胡来嘛。我现在虽然已经地处江湖之远，依然要有伴君之心，依然要懂得知恩畏罪。这些事情，你们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？您教训的事情，孩儿听进去了。去吧，把账付清，就说我知道这件事了。是。王八蛋！金县令到了没有？还没见。来了。见过阁老了。二位，嘿，你们呐，可真要勉为其难喽。怎么讲？这个李卫，人还没到，麻烦先到了。高相的一个侄子在驿站里要了桌饭，被他撞上了。嘿，他居然把账单送进了阁老府里。这新官上任3把火，这也是常有的事。真要是这样也就罢了，要不，他真是个狗屁不懂的生荒子。啊，那是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您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他会无事生非。虽说他是我的下属，可他的背景不可小觑啊，又是4爷又是皇上的，我真担心，深了不是，浅了也不是啊。我们在下面也想了想这个事，对待这样的人啊，只能是以事对事。怎么讲？去年刚过了水，灾民安置，春粮种子，盐碱地，但就河沟这个烂摊子，就够他招架的了。要钱没有，要人不行。你在上面压一压，下面再乱一乱，他一个新当官的，这7头8绪的，愁也要把他愁死了。不过，多想想也没有坏处。以后你们2位守着他，可就要多辛苦了。是。哎，到了啊！这就是咱们的地界啦！兄弟，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李卫来接任了。是。走。
哎，大哥，你们俩也辛苦了，来，这点银子拿着啊。你们啊，把马先牵到后院去，把行李卸了啊。去吧，去吧。这。哎呀，你别跑，小子，小子，你别跑，你跑得倒快你！你给我站住！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有种啊！把账单子捅到老爷子那儿去了。哼，小孩子不懂规矩，在外面瞎淘气惹了事儿，我不告你老家，我告哪儿啊？哈，嘴还挺硬。你知道吗？如今这7品官儿，比街上的狗都多。小子，你还甭跟我耍贫嘴，那都是我玩剩下的。如今我也是朝廷命官了，不跟你玩这些小打小闹玩意儿了啊！废话少说，13两06钱的银子你带了吗？哼，钱是吧？整锭的银子，我怕你不会花。看见没有？1两银子换1000个大子儿，我都给你换来了。小子，不就是要钱吗？啊，数吧。老爷，高老相爷的人和新来的太尊在门口打起来了。啊！那人是谁啊？你有这么个人啊？要是天天有铜板往我脸上撒，那也不错。他们这是？各位父老乡亲，我叫李卫，对，我是本县新上任的县令。皇上给了我50万两银子，让我为老百姓做点事儿。金銮殿上我拍过胸脯的，要把这些子儿一个不少的花在你们身上。现在地上的钱虽然不算多，只有10几两，可能也是50万两之内的。我要一个一个的数，少了一个子儿，算我对不起老少爷们们。好，没错。这话中听。来呀，咱们大家伙儿帮他数数。哦。请问阁下来此有何贵干呢？我是到这儿来上任的。到哪儿上任？你是谁呀？告诉他。啊，是，这是本县原任太尊葛大人，现补苏州府台、苏阳4县都在其管辖之内啊。你是说你来上任的是吗？印信何在啊？我还没见着呢。你既然连印信都没见着，那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衙门口上招街告示啊？还张口闭口的本县如何？哎，可我本来就是啊。你和原任属官公文交割了吗？你拜过业了吗？空凭一张嘴就想接管一个县吗？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啊。来人，在。去把李大人的家眷安顿一下，告诉下面的人啊，新太尊历任，不许欺声轻慢。这，请。
那边是大灶，是衙役们开火的地方。孩子们吃的怎么样啊？嗨，能吃饱就行了。每月开几次斋呀？有个2、3次啊，就算不错了。哎呦，少了。是。出门在外混个差事不容易，能多点荤腥就多点荤腥。是，老太太。菜园子在哪儿啊？这里是县衙，没有菜园子。这种的都是什么呀？那是原来啊，葛太孙种的菊花。哟，挺好的地种菊花干什么呀？种几垄黄瓜好不好啊？这猪养在哪儿啊？您说什么？啊，老太太是说书在哪儿？哦，您是说书在哪儿啊？老太太，那儿就是书房，您去看看吧。书房就别看了，反正我儿子也用不着。你身边的这2位是我留给你的师爷，都是老道的人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依重。是。你去沐浴更衣吧。可我昨晚上刚洗过澡啊。哎呀，拜印之前要沐浴更衣，以示隆重，这也是官场上的规矩吗？啊？那照规矩做就是了。哦，对了，驿站还有1万两银子，可得拿回来啊。哎，拜印之后那是你的权限，想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。这是本县这几年的刑狱档案。这是县里的钱粮账目，请太尊过目吧。事情很多呀。首先，春播种子欠了10几万担，如果春播不足，夏粮再欠收，那可是要饿死人的。而且灾民已经陆续返乡，也要赶紧安置，居无定所会造成流民闹事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还有河工呢，本县有10几里河堤被冲，桃花浚一道，要是再绝了口子，那可就灾上加灾了。那带我去看看吧。我给你带路啊，走。看看吧，真是百业待兴啊！太子这边请。谢谢哦，谢谢。你是谁哦？这是新来的县太爷，过来看一看。县太爷哦。起来。老太太啊，您家多少人呢？我有2个儿子，老大去年被覆水淹死了，我老二出去干活了。那您家原来住哪儿啊？离这儿不远，前面的房子被风水冲掉了，粮食也没有了，
我的大老爷啊，我这个老婆子啊，早该死的人啊，多一点少一点也就不在乎了。我那俩孙子啊，连行行好，别再让他们淹死饿死哎，老太太，您放心，皇上已经拨了救灾的钱，这粮食呢要种，这河要修，您的孙子啊再也不会饿死淹死了啊！哦，谢谢大老爷。哎，起来起来，不哭了不哭了，谢谢哦。把春粮的种子播齐，再把这儿该修的河段修了。你们算算得多少银子？至少要30万两。那就赶快拨钱。咦，30万两，哪儿有那么多钱呀？没有，皇上刚拨给我50万两呢。别急别急，您说的是不是从河道衙门转下来的？是啊，先把300万两还给河道衙门，再从那儿拨50万两给我们县，怎么了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我说呢，皇上也不能说话不算数，对不对？喏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欺负我不识字儿啊？不是不是，我再不识字儿，1、2、3、4、5我总认识嘛。你看这是多少啊？这是50万两吗？这明明写着15万两嘛。白纸黑字写清楚的是5万两，多一个字没有。不可能！哎，这笔钱谁经手的？葛太尊去河道衙门提回来的。葛太尊？是。啊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葛大人慢走，慢走。啊，各位父老，请留步，留步啊！啊，告辞了，请留步。您慢走，慢走。李大人，也是来送行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们的心意呢，葛大人他已经领了，各位请回吧。这怎么回事？没听懂吗？告辞。告辞。走吧。走。你们3个往后退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些话让他们听去了不好。是。皇上答应拨给本县50万两银子，是您经手的，对吧？不错。银子呢？全在账上啊。我要没看账，还不来找你呢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才15万两，差老鼻子了。就为这个？我就想知道那些银子都上哪儿去了。你看我这车上能装多少银子啊？你要搜吗？那说不定你都已经换成银票了。李卫，你放肆！你大贪官！怎么了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！不要说我是你的上线，就是同级官员，你这么胡闹行吗？告你一个辱没朝廷、无端诬陷，你的前程可就完了。我上边应了皇上，下边我应了百姓，拉出去的屎我不能坐回去吧？你真以为你能拿起50万两啊？一笔能拨下15万两，已经算是不少了。这还是因为我升了知府，河道的那些官员们还多少给我一点面子。怎么讲？我没那么大力气跟你说这些呀。你呀，你不是四爷的人吗？还是回去问四爷吧。走。
那这么说，这银子现在还在河道里？那个衙门口大的很，你找去吧。啊，找就找。哼，最大的头不就河都吗？3品孽台怎么样？河都是2品，2品就2品。好，我给你透个风。新任河道总督叫贺文轩，说话就到任，咱们县还是他必经之路，这就看你的本事了。走。这些个事情说给你听啊，是可以解闷的。你说他一个刚上任的县官，居然追着自己顶头上司的车轿去抓渣。这种事情如果写在新闻里啊，人家看了都会说胡编乱造。回太爷，新任河道总督贺文轩路经本县上任，特派人提前送来了门生帖子，说到驿站落脚之后，先要到府上请安。就说我知道了，告诉他不必往我这儿跑了，歇歇脚，让他赶快去赴任。是啊。贺文轩，我知道这个人，他和我父亲是同科的进士。那又怎么样？那姓葛的说，河道的那帮人还是看着他生了知府的面儿，要不然呢，连15万都拨不到。要不，有多少钱，先办多少事吧。哎，不是说不够吗？春播了没有种子，桃花汛也要到了。河堤我看了，一冲准垮，没有30万根本就不行。可是要钱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那我磕头作揖叫他爹总行了吧？你去看看，老百姓活不下去。好了好了，你去擦那儿吧。快去帮我回一下李大人。又怎么了？河都过县要在驿站驻脚，咱们的巡抚大人还要来接呢。来就来呗，急什么呀？哎，有你们俩什么事儿？李大人把放在我那儿的银子都给抽回去了，我给人家吃什么？该吃什么吃什么呗。2个2品大员，我给人家吃4菜1汤啊。你是说谁？新任河道总督贺文轩，贺大人。贺大人，我们老爷好像要找他办什么事儿呢吧？弄这么一桌饭要多少钱呢？不光他们俩，河道上任、家眷、跟班、常随、执事，那可是一大帮子人呐。巡抚大人来接，也不可能是一个人。哎呀，你就说多少钱吧。精打紧算也得200两。多少？200两。我1年的俸禄才多少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怎么单弄一笔钱放那儿呢？1年到头迎来送往的，没那个数啊，还真不行。哎，行，你叨叨什么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。那100两行不行啊？这真不行啊！你不是说要找他办什么事儿吗？用得着你来告诉我吗？那您看这事儿，吃！我让他们吃，我厌这帮狗日的！让人家吃了，你自己是不是也该吃点啊？你这是跟谁怄气呢？你没进过官场，别说想办成什么事儿，你就是想把官做稳了，没这些都是不行的。做清官，也只能是自己不贪墨、不枉法，这就已经是难得了。就拿河工来说吧，当年我爹跟我说过，每年的河工银子，只要是能有5成用在河工上，他就什么都不说了。
那上边知道吗？谁都知道。皇上呢？你说呢？咱们这位康熙爷比谁不聪明啊？我还以为我最聪明呢，闹了半天就我最傻了。你要不这么傻，四爷啊还不会要你呢。回头你就帮我给四爷写封信，告诉他这官我当不了了。那50万两银子呢？你不是跟谁都拍着胸脯说要一个子儿不落的花在老百姓身上吗？你恶心我是不是？200两刚喂了狗。你要是不去争啊，可就不是200两喂狗了，争一分是一分呐。哼，那我就再傻他一回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驿站。哎，什么人？里头的饭吃完了吗？干什么？我想见见河道总督。有传唤吗？传什么唤呀？这顿饭是我请的。你是谁呀？我是本县县令李卫，赶紧去说一声，就说我要见贺大人。这一路上过了几十个州道府县，谁想说见就见还行啊？总得有个规矩吧？有事啊，自然会叫你的，请回吧。怎么着？吃了我200两银子，连个面都不让见呢？站住！站住！我说你们俩在这堵着门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当过官没当过官啊？怎么乱来啊？真告你个扰乱驿站，那可是个不小的罪名啊！呀呀了个呸！哎，李大哥，李大哥，哎，我姐叫你呢，我姐叫你，叫你，叫你呢。哎，走啊！姐，请客的不让上桌，我他妈整个一干赔。官场上的事儿啊，都是对等接待。人家河道总督是2品，哎，你没看见那边巡抚的轿子吗？那也是2品，你闯进去干什么？趁着他们刚吃完我的饭，我得跟他们要钱呢。你这么俩眼一抹黑的愣闯，能要来吗？嘿，说争一分是一分的是你，现在又说我两眼一抹黑了，那你去呗。我姐来了，就是要帮你去见河都的。你见？我试试吧。哎，我都进不去，他。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再过一段，你就可以吃上阳澄湖的大闸蟹了。再过一段时候，这桃花汛也就要来了。贺大人真是不忘使命啊！哎，上一任有负君恩，了无下场，岳子峰年兄还为此丢了性命呢。因见不远，不敢掉以轻心呐。哦，对。哦，来，好，喝茶，喝茶。贺大人，有人求见。不是说不见客人的吗？他说让我通报一下姓名。谁？他说她是岳子峰的女儿。哦。这人呐，真是不禁想。刚刚说到岳子峰，行，让他进来吧，我见。是。我家大人有请。
去了吧？我姐不进去了吗？这怎么回事儿？这个河道总督啊，和我爹有联谊。联谊？什么联谊？什么叫联谊啊？联谊就是一绑出来的铜科技，这你都不知道？用不着你教。啊，坐吧。哎，这就是执义功之后，也算是岳家的余幸了。哦，果然是大家风范呐！大人夸奖了。子丰年兄一代清流，文臣风骨，不愧是我辈的楷模呀。只是他罹难的时候，我远在京城，鞭长莫及呀。家父在世的时候，也时常提起贺伯伯。啊，是啊，我们是同年同甲，这琼林宴上还是同席，怎么能忘得了呢？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家父被害，我们姐弟二人流落江都的时候，有人救了我们。哦，对，在京城的时候还真听说了。这段故事啊，我还是在老顺城郡王家的一个堂会上，从一个说书人的嘴里听到的呢。我也听说了，杀许祖荫、废东宫，事情闹得很大呀。哦，对了，听说由四爷做主，你们还结了一段姻缘，是吗？我就是随他到这儿上任的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又不高兴啦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要是个女的，我也能进去。哼，这跟女人有什么关系呀？小屁孩子懂什么？管大用。一姐长得又挺那个，往那一站，嗲声嗲气的。啊，我想见见我爹的联谊。看把那腿一软，当然让他进去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办不成的事儿啊，我姐那么好，还真能办成呢。放屁！你信不信？我一个皇上钦点七品官都办不成的事儿，他能办成？那我们打赌。赌什么？你是李卫啊？是我，干嘛？我们贺大人有请。哼哼。来，快向两位大人见礼吧。李卫给大人请安。免了。免了。既然你是岳年兄的姑爷，咱们今天就只序家仪，不闹那些官场上的规矩了啊！来，坐吧。坐吧。您用茶。你接引了一位贤内助，连我这一方土地也没敢向贺大人打秋风，他一张嘴就向他贺伯伯给你讨银子。我说的是实话呀，这么穷的一个县，又遭了灾，就算给个15万两，能干什么呀？那你说要多少啊？皇上答应了给我50万两，您最好一气儿给齐了。你可真是实心眼儿啊！一气儿给齐，从上至下拨发银两，什么时候给齐过呀？那都到哪儿去了呢？
这谁说得清啊？啊，精一到手就少一成，这真的到了下面能用在10处的，这10里面能有个3、4，那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对对，有人贪污吗？哎呀，真要是贪污，那还好办了，可以抓，可以杀。哎，你不就捅出了个徐祖荫吗？有很多事情那是很难说清楚的。哎，这方面你最清楚啊。是啊，哎，发愁的事儿多呀。不说别的，就说这下面很多州县的办公衙门，房子都不像样子了，动土木要钱吧？轿子旧了，马老了，天顶轿子买匹马，这不过分吧？这都是一笔钱呐，谁出啊？啊？哎，更不用说各级官吏迎来送往，每年向布司衙门送的什么兵镜、探镜，还多了。你不东结一点、西挖一点的，怎么办呢？啊？你说的这些啊，那还都是看得见的啊。我管的是河道，是河工，这移动工程，这里面黑来黑去的消耗啊，那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啊！哎，你出师未急，慢慢的你就知道了。可是我们春播的种子，还有那个桃花汛，哎呀，大同小异。我要是多给了你，其他的县怎么办呢？可是皇上说了，他说了给我50万的。哎，他说一下都给齐你吗？3、5年之内还可以慢慢的掂对嘛。3、5年呢？贺伯伯，您就高抬贵手吧。再说，看在家父的面子上，这件事情您不能不管呀。我一个女孩子家，本来应该是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我都这么大老远的跑来找您，你还真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吗？是要将我的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本来嘛，您现在当这么大的官，动一个手指头的力气，就比人家使上全身的劲儿还要管用嘛。你这张嘴啊，给个7品官都换不来。我说的是实话嘛。人家替全县的百姓求您还不行吗？再说又没让您干坏事儿。哎，你可真是有造化呀！啊，这不是逼我定城下之盟吗？哎，既然有同年之谊，人家又伯伯长伯伯短的叫着，就通融通融吧！啊！好吧，要多少？那就看您对我心疼多少了。伶牙俐齿啊！好，再给你10万两啊！这可是破天荒了啊！谢谢贺伯伯。哎呀，哎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姐，他又怎么了？让快就快，让慢就慢，还怎么着？咱们走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看这块地呀，挺肥的，我打算种2垄黄瓜，2垄豆角。这挺好的菊花，这挺好的菊花，刨了多可惜呀！再说，菊花能长成这样，得好几年呢。这不能吃点新鲜菜吗？再说了，省俩是俩。这能省多少啊？是啊，这能省多少呢？
我哪像人家呀？喊一声伯伯来10万，喊声叔叔又来10万，还在乎这些？我呢，当官我摸不着门道，种花种草的我压根就不懂，什么牡丹、芍药、菊花的，我压根就没正眼瞧过啊！我呀就懂黄瓜、豆角。来，妈，我帮你刨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李大哥发神经，你别生他的气。我生什么气呀？是不是上面什么人训他了？那是不是你一直没有和他拜堂成亲，他心里不高兴了呢？你知道什么呀？哎，他们这些男人的心理，我可比你清楚多了。小毛丫头，你才多大呀？哎呀！你给我走！给我过来！哎，你看你还胡说不胡说？走！走！我说他了，捡了顶帽子就当官，狗屁不懂。有个没过门的干妹妹，能抛头露面的帮你，还矫情什么呀？你倒想叫叔叔伯伯呢，你有吗？去，过去说点好听的。去呀，去呀，去呀！你倒是。16，等什么呢？等酒呢还是等菜呢？哦。行了，快走。其实，我也是不愿意让你抛头露面。我也是闲操一份心。凭你的本事，多少钱都能要下来。你那套明摆着比我好使，皇上的话都不管用，最后还得靠那个什么？没什么，慢慢学呗。你不是要办事吗？我去找找我父亲的老同仁，即便没有你的事，我去见见他们也是应该的。你有什么过不去的？我看他们几个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把那些钱全都花在杂七麻八的地方。哎，老百姓这么大的灾，他们不去救，先想着把银子花在修衙门、买轿子上。哎，说起来还理直气壮的，什么10有3、4花在老百姓身上就不错了，这是人话吗？你还真是叔叔大爷的喊着。这是尊师敬长的礼节，和灾荒没关系。再说，他们说的也都是实话。现如今的官场就是这个样子，皇上都没有办法。到我这儿还得多加一条，想办点什么事儿，还得拉着女人的裙边儿。谁让你拉了？我也没求你去啊。李卫，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给爹娘修坟守墓。银姑娘走了。走了啊？去哪儿了？说是去修坟守墓了。去多久？那得看怎么说了。按规矩啊，守墓得守3年呢。3年，那不真成了兄妹了吗？他是让李大哥给气走的。你赶快让他去追。要真守3年，那就什么事儿都耽误了。可李大哥不肯去，他说没了张屠夫也不会吃带毛的猪。这个兔崽子！商量什么呢？我们正在叹息不已呀。大人真是出手不凡呐！到任没几天，已经为民造福了耶！哎，是啊，一伸手就是10万两银子。10万两银子怎么了？哎，10万两银子怎么了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是单枪匹马，我也能干出个样来。是啊，是啊，李大人是何等的人才啊！是啊，10万两银子算什么呀？当初挖出300万两，
又不过是贪囊取物嘛。你虽然说是初次为官，但我们也看出来了，你呢，一是忠君爱民之心，二是侠义肝胆之意，绝不是一般庸庸碌碌之辈呀，否则也不会御前加恩，亲提特减。您到之前，我们还在议论，虽然我们做了几任的师爷，但在您的手下，我们还得兢兢业业不可。我们这些做师爷的，既要为大人马首是瞻，又要替东翁提前思虑。我们留意了你的几次提示啊，你现在所关心的，也是皇上关心的，就是修好河堤，对吧？不错啊。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给你规划规划。那当然，大印在您手，拍板由您定哦。那还用说吗？是，那还用说吗？那还用说不啦？是。你呀，林工头啊，这次你又有才可发了呀！我还不是仗着二位师爷的提携啊！咱们这位新县令啊，三拳两脚的，还真从上面弄下来一大笔银子。哦，银子多吗？一听到银子两个字，你的眼睛就放光啊！我可告诉你啊，今年的河防工程可是不容易接的呀。不就是修河嘛，咱们又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咱们这位李大人和平常几任大不一样哦。怎么，回扣要的高？要是真能直来直去的用回扣把他给哄住啊，那倒好一些了。我只告诉你啊，难伺候。我听二位师爷的吩咐就是了。大路子不用变，但是要嘱咐你两件事。我听着。老伯，这个墓有人来祭扫过吗？是岳大人的一个老朋友，接长不短的就来看看。你看，连这块碑都是他花钱刻的。那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名字不知道。这人挺怪，每次来除了放点祭品，就拿出个棋盘对着墓摆一阵子棋。要不，他下次来，我帮你问问他的名字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这白花花的银子都已经堆着了，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好嘞，大哥放心吧。彭师爷专门吩咐了2件事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。第一，南坡下面的那段河堤不许偷工减料，怎么结实，给我怎么修。为什么单那一段啊？你木啊，不看看那段堤外面是谁的地？是阁老的地。自己明白就行了。那段地要好工好料弄结实了，别的地方怎么弄，还用我教吗？不用。这第2件事啊，也是师爷交代的，你们给我弄点响器，什么锣呀、鼓呀的，再找几个能说会道的给我备着。大哥，这修河还用那个？不是修河用的，
是来对付那个新来的县令。只要他来工地上视察，你们就给我来个锣鼓喧天，弄出个轰轰烈烈的样子。要说的词儿啊，师爷会写出来给你们的。找几个能说会道的，背熟了。哎，大哥，这能糊弄得住吗？哎，这当官的都吃这一套。小人叩见大人。请。谢大人，大人，请。您看怎么样？请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！大人呐，这是沿河的百姓感戴皇恩浩荡啊！也是为了朝廷给他们派来了一位像您这样的好不木官啊！是啊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是你呀？任先生呢？先生不在，有事儿吗？我是来感谢他的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桃花汛快到了，每年这个时候，先生总要去江边钓几天鲈鱼。那我改天再来吧。你肯定啊还会再来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再来呢？是先生说的。跪下！大老爷圣明啊！我们苏阳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，就盼着天公开眼，皇恩浩荡，早日把河修好，过上太平日子。今天我们总算盼来了。太尊大人来到苏阳以后，秋毫无犯，爱民如子，时时刻刻把我们老百姓记挂在心。海瑞包龙图也不过如此啊！能在李大人的治下为民，真是我们苏阳老百姓的福分啊！还是挺好的。咱们这个太尊啊，心中挂记的是咱们的苏阳百姓的安危福祉啊。这是离京之前呢，圣上亲自召见，殷殷嘱托呀。李大人真可谓是上请天仙，下抚黎民啊！啊，这个大家一定要知恩图报啊！如今河工在即，由李大人亲临督政，你们一定要把河堤修好啊！即使是百年不遇的大洪水，也要能够把它挡住。那边乱哄哄的，干什么呢？
这只是一条小蚯蚓，不可犯糊涂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快点，跟上，跟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！请。李大人，季和神。大人，往河里一撒就行了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大人呐，我们回府吧。好好好。哎，行，慢一点，慢点，小心一点。李大人回府了。李大人，行，敲啊！快敲！老爷，去年收了小的几担蚕丝，到现在也没有见着银子，请老爷开恩呐！大人，去年一过水啊，很多人都搬了家，一定是漏掉了几户啊。老爷，我你放心，李大人一向是实心用事，敬民如父母啊，绝对不会亏待老百姓的啊，对吧，李大人？那当然，这个欠老百姓的钱，一文都不能少。哎，听到了没有啊？这才叫青天大老爷！青天大老爷！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老爷一定会给你做主的啊！回去吧，回去吧啊！回去吧，回去。这事千万不要忘记。是的，是的。你这是怎么搞的吧你呀？你刚才干什么来着？我？你交了几担蚕丝是不是？就你没拿银子，是不是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给你银子！大妈呀！救命啊！住手！干什么？怎么着？他是你男人啊？放肆！哎呦，你这细皮嫩肉的想干什么呀？上！不关我的事儿，不关我的事儿。为什么打人？师爷吩咐的。快走！师爷，哎呦！哎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姑娘，你管不了。什么爱民如子的县太爷，他们都是一路的。哎，什么爱民如子的县太爷？你果然又来了吧？任先生什么时候回来？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。跟你说？是不是又要让我们先生去帮李卫呢？小金豆子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哼！李卫现在当了县令，他现在身边没人能帮他。有你在他身边不就行了吗？不就一个县令吗？能有多大的事儿啊？你口气不小啊！两江总督来请，我们家先生都说不值得一管，那是1年3000两银子的润席呢。是啊，李卫一个县官，怎么能请得起你们家先生？哎，不过
什么？先生倒是留下了话，说李卫要是真的来请，倒也不用3000两银子，那要什么？只要半生黑豆，半生红豆。你笑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叫半生红豆，半生黑豆吗？不知道。小家伙，你的聪明啊，还差点呢。都在这儿了，一笔不少，都在这儿了。到底欠了多少人的呀？哎，顶多10户人家，不信，您看，都在这儿了。那天那个家伙也是个13点，乡里有乡保，衙门里有账房，手里捏着条子来结账就行了。为什么要拦价喊冤呢？行了，留这儿我慢慢看吧。好啊。合工开了，南边那段地啊，我让他们再加高3次，我已经亲自做了安排了。饲料、土方、民夫、工匠都是选的最好的了。那能保几年呢？10年没问题啊，多大的水也冲不垮的。哎，河工的工程啊，这是很复杂的，偷手很多，往往是防不胜防。哎呀，这段河堤啊，他们绝对的不敢。这个轻重啊，他们还是知道的啦。那其他的地段呢？其他的地段嘛，如果都按这种工料，钱是不够的。哎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哪能年年发那么大的水呢？你们谁能看出什么毛病来吗？哎，你平时不挺能算账的吗？针头线脑的还行，你说这密密麻麻的，看一眼就眼晕。哎呀，把那俩师爷叫过来，一条一条问清楚不就行了吗？废话，我要问他们，我还把账本拿回来干嘛？那俩师爷，真是一天到晚唧唧唧、歪歪歪的，我怎么看就怎么不顺眼。你到底哪儿弄不明白呀？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可是咱看不明白呀。哎，这么办，咱们找人帮忙。哎，你看，这么大一瓶的。哎，这家店铺够大的，掌柜的一定精明。你们俩在这儿给我看着点儿，有脸熟的过来，赶快告诉我，听见没有？嗯。嗨，哎，掌柜的，我买一个。喂，看着点儿啊！掌柜的，帮个忙。啊，啥事儿啊？这是一本账，你帮我看看这里里外外有什么毛病没有？啊，好。你要是挑出了毛病，这块银子就归你。好，啊，您先等一下，我先进去拿一把算盘出来啊。您等一下，啊。哎，来，你快去衙门里报案，说有人把官府里的账本给偷出来了，快去。是。
啊，您是查出账还是查入账啊？出入都给我查查。那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，您这家里有买卖？有，大着的，动不动就几十万两银子的出入。有人算计您？我那儿子常年不在家。那少奶奶呢？还少奶奶呢，一个比一个厉害。哟，怎么，儿媳妇给您气受了啊？你这人算账嘴里还不闲着呀？衙役来了！谁呀？就是他，给我抓！给我撤！快！哎，你怎么不管呢？你个混账！他是我们县太爷他妈。什么人？是岳家的女公子，银姑娘，快请她进来。是也好，是也好。太宗在吗？他出去散心去了。散心？是啊，老爷说啊，有你们两个张罗着，他没什么不放心的。他去哪儿了？谁没个3亲6故啊？哦，太宗的账查得怎么样啦？挺好，挺好。挺好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挺好的意思就是挺好，这都不明白。哎，他说他去散心，派人跟着他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好，我去安排人。我还要去见见葛福台，这件事情应该让他知道啊。好。半生红豆，半生黑豆，亏他想得出来。现在你知道什么叫一片痴情了吧？我这个门呐，他从不曾踏进半步。他要真是想你就来的话，那和那些阿猫阿狗还有什么区别？那呀，也就不是什么江东名士了。我毕竟是风月场中的人，心再高，也命薄如纸。我这辈子最不敢面对的就是一个情字。要是没有点坎坷，一帆风顺的话，也就没有什么千古佳话了呀。想当年，柳如是、李香君，他们也是身在青楼，不照样敢爱敢恨，轰轰烈烈了一番吗？你呀，真会抬举我。其实呀，你不比他们差。要是论才情，任先生也比得上钱穆斋、侯方域。我呀，已经替你想过了。你们呀，也不必像世间俗人那样轻言嫁娶。南坡先生弹的是一手好琴，让他来做你的教习琴师。你们呢，就可以师出有名，光明正大。思莹啊，你这样把死人都能说活了，到底为了谁呀？当然是为了……言不由衷的话，不要讲啊。主要还是为了你们呗。你要请神让我敲钟，对不对？不过任先生也真的是连万两黄金都不屑一顾，他只要半生红豆，半生黑豆。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。姑娘，你的那个救命恩人来了，李卫，快请啊！好啊，成双结对的来当说客。你别告诉他我来过了。怎么了？反正啊，你别告诉他我来过，
我不想见他。嘿，又帮忙又不想见，他这人啊，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他。你们这是什么千古佳话？你这泥菩萨自己还过不去江呢，居然还来超度我。既然如此，你还管他这些烂事干什么？谁为了他？我是为了苏阳县的百姓。为了苏阳县的百姓。好，为了苏阳县的百姓，你就躲躲吧。小姐，客人来了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盼儿姑娘，是什么风把我们的李大知县给吹来了呀？这是我们院里种的菊花，他们都说不错，给你挖了几株来。我琢磨着你肯定得懂这玩意儿。原来你这大老远的呀，就为给我送这几株菊花吗？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嘛。下去吧。谢谢，我还真渴了。哎呀，这可是上好的老君梅，你就这样喝呀？还老君梅呢，我眉毛都快烧掉了。怎么了？盼儿姑娘，也不怕你笑话，我那县太爷啊，当得太累了，那里面的事儿咱都不懂啊。那你找我有什么用啊？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人能帮我，那就是任先生。那你就把花直接送给任先生吧，何必拐到我这儿来呢？哎呦，你何必非得让我把这话说得明白呢？那4爷和13爷都请不动他，可是您一出马，这小扇子一递，就把他斗下山了。那架不住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啊！你这人倒真是直肠子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我哪还有什么心思曲里拐弯啊？那皇上也真是，非得让我当什么县太爷。这秃子当和尚也不是这么个当法。现在这50万两，我只要来了一半，那还是算了，不说了。咱们说任先生吧。我说哪儿啊？你说卤水点豆腐。对，那个任先生，他心里是真有，可他嘴上就是不说。其实他心里想你想惨了。我可不知道。人家是什么人呢？哪跟我似的啊？直肠子放响屁，人家曲里拐弯全都闷在肚子里不说出来，要的就是那个劲儿。不过说真的，你们俩要能往一块拢拢，那真是挺好的。那就跟戏里唱的那个什么什么……别什么什么的了。我问你，你跟思颖姑娘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人家没离开你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好着呢。他很听话，猫似的。我让他往东，他就往东；我让他往西，就往西。真的？